好，我哋一齊祈禱下。七日天父，滿心感謝讚美你，今日你所命定嘅日子，我哋要在當中歡喜快樂。求你聖靈親自帶領，以下孩子分享你話語嘅時間。為在路上嘅肢體，保守佢哋嘅腳步，能夠平安順利嚟到我哋當中，亦都保守今日嘅直播都能夠順利。我哋能夠同感一靈，同得造就，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你。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祈求，阿門。好，我哋今日會學習第12課以賽亞書52章。咁我哋先嚟簡單回顧下上一課。上一課有講到咧，要追求公義，追求耶和華聽神嘅言咁就要追上咧被鑿出嘅磐石，被挖出嘅圓月Look to the rock from which you were cut and to the quarry from which you were hewn。咁呢個磐石咧係指到亞伯拉罕，咁呢個石坑咧係指到撒拉嘅。咁亦都有講到咧，亞伯拉罕一個人嘅時候咧，神係選召佢，賜福俾佢，使佢人數增多。咁神亦都係安慰錫安。咁將來咧，佢會將呢個曠野好似伊甸園，沙漠好似耶和華嘅園囿咁樣，其中有歡喜快樂。上次亦都講到咧，要百姓去留心聽，側耳聽神嘅話。咁佢嘅公理會為萬民之光嘅。咁亦都有講到神嘅膀臂要審判萬民要海島都要依靠佢個膀臂。咁亦都有講到咧，天地會好似衣服咁樣漸漸嘅消散嘅。地上嘅居民會咁樣死亡。唯有神嘅救恩係永遠長存。咁亦都要講到咧，就係以賽亞先知咧，佢要面對一啲嘅辱罵，但係神鼓勵佢唔好害怕，唔好驚惶。咁唯有佢嘅公義咧，可以永遠長存，救恩傳到萬代。咁亦都有講到從前呢個砍碎呢個大魚嘅就係神，砍碎呢個大魚呢個古代嘅大魚，呢個係聖經學者認為係代表住埃及。咁亦都有講到咧，神嘅救贖會嚟到。咁只有神可以安慰當時嘅百姓。咁所以唔使驚嗰啲必死嘅人，唔使怕嗰啲變好似草咁樣嘅人。咁神咧係鋪張諸天，立定根基，同埋創造我哋嘅神。我哋要記住。咁我哋亦都有講到咧，當時嗰啲人會擔心離開巴比倫，歸回錫安會唔會肚餓？但係耶穌講俾我哋知，唔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這些東西都要交俾我哋。我哋要先求神嘅國同埋義。咁神將聖言咧交咗俾以色列人，寫成聖經，又用手去遮蔽佢哋，保守呢個民族。咁目的係要做咩咧？咁呢個裁定諸天，立定根基，係要裁定新天，立定新地。神藉住佢嘅話創造舊天地，亦都藉住佢嘅話去創造新天新地。呢個話要行在佢嘅子民當中。我哋係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當中有份嘅。亦都有講到，當時以色列人佢哋飲咗耶和華憤怒嘅杯，咁呢個杯亦都要遞俾其他人。咁眾子發分，呢個係羊羚羊。咁亦都要將呢個杯咧，使人東倒西歪嘅杯咧，遞俾嗰啲其他嗰啲人嘅苦待佢嘅人。以經文講到以背為地，好似街市俾人哋踐踏。呢個係一啲嘅考古嘅發現。好，我哋進入到第52章。我再問下大家，成本聖經一共有幾多卷？66卷。舊約有幾多卷？39卷。新約咧？27卷39、27、66。大家記住呢個。咁1到39卷係舊約，40
到66係呢個1到39章對應呢個舊約，40到66章係對應新約。咁40章一開頭講到曠野人聲喺使徒約翰嗰度有提到，咁66章係有講到新天新地。咁40到66章有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就係安慰，而40到48章我哋花好多時間講到係歸回，49到57章係重建，而58到66章係榮耀。48章結尾嗰度講到惡人必不得平安，57章結尾我哋下一次會講，之後會講，亦都係惡人必不得平安。喺最後亦都有講到惡人嘅結局。咁40到48章對應福音書使徒行傳，49到57章係對應書信，而58到66章係對應啟示錄。從偶像到真神，從巴比倫到錫安，從羞辱到榮耀。咁49到57章咧，我哋而家喺度進行緊嘅，呢個係一個特別係佢嘅中心係耶穌基督嘅十字架，特別係53章，我哋係下一次會講下。53章係一個預言到耶穌基督，佢嗰啲好細緻嘅嘢都有講到嘅，好細緻嘅都有講到。咁以賽亞佢橫跨好幾個朝代，包括烏西亞啦、希西家啦，同埋所以有幾十年嘅服侍佢，有幾十年。咁有預言到新巴比倫將以色列人擄去，咁亦都有預言到波斯馬代令到佢哋歸回。主前536年被擄歸回，咁中間隔咗150年嘅，所以神嘅話係句句都會落實。咁呢個路程有1000幾米咁多，1000幾米。今日我哋學習52章，52章嘅1到2節咧係講到錫安當抖下塵土興起，3到6節咧係講到錫安必無價被贖，7到10節咧係講到傳信息者向錫安報佳音，而11到12節咧係講到神嘅子民當離開巴比倫，而13到15節係預言到耶穌基督。我哋一齊嚟讀第一節，一齊讀下。錫安啊，興起興起，披上你的能力，聖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華美的衣服，因為從今以後，未受割禮不潔淨的，必不再進入你中間。耶路撒冷佢哋以色列人被擄，被擄嘅時候係着住破破爛爛嘅，但係而家就未講到佢哋要着咩衫啊？華美嘅衫好似要參加咩慶典咁樣樣。咁呢個特別講到未受割禮不潔淨嘅，不潔淨嘅。咁以色列人咧，佢哋係一定要受割禮嘅，即係男性嗰個嘅包皮，即係代表佢哋係與神有盟約同埋潔淨嘅。咁亦即係話呢啲唔信主嘅人咧，唔信嘅咧係唔能夠入到佢哋當中。咁呢度有兩個興起又再出現，咁嘅嘢都可以翻譯成醒來醒來。佢有相關語，即係話咧應該醒嚟嘅係神定係百姓啊？係百姓，唔係神啊！呢個醒嚟，我哋之前有冇講到嗰個耳仔啊？前一次有講到耳仔要醒嚟，耳仔醒嚟要聽神嘅話語，係嘛？聽神嘅話語好重要，聽清楚聽清楚好重要。所以呢個醒係要被喚醒然後着上呢個祭司嘅外袍，着上呢個華美嘅衣服咁神已經係預備好，我哋要披上能力，披上神嘅能力呢個能力係披上嘅披上神嘅能力，神早就已經預備好啦，早就已經成就救恩，我哋係要披上就可以啦。咁未受割禮唔潔淨嘅，必不再進入你哋嗰度。錫安唔單止係冇未受割禮嘅仇人，亦都冇唔潔淨嘅百姓。所以呢個聖城錫安裏邊嘅國民都係潔淨嘅。佢英文另外一個翻譯係 away away 所以醒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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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錫安點解會沉睡咧？因為百姓被擄，錫安城荒涼沉睡咗70年，70年冇人居住。咁神將啟示封閉，冇亮光，百姓靈裏沉睡。有冇見過一啲
靈裏沉睡嘅人啊，好你點樣同佢講福音，點樣同佢講點樣佢都無濟於事因為佢沉睡咁我哋之前有講到以賽亞書29章9到10節嗰度話：你們等候驚奇吧，你們宴樂昏迷吧。他們醉了，卻非因酒；他們東倒西歪，卻非因濃酒。因為耶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你們，封閉你們的眼，蒙蓋你們的頭。你們的眼就是先知，你們的頭就是先見。詩篇13篇第3節話：耶和華我的神求你看顧我，應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有時候我哋沉迷某啲嘢嘅時候咧，如果唔係神嘅説話咧，都係叫做沉睡嘅大家知唔知沉睡好，我哋一齊讀第2節一齊讀下。耶路撒冷要抖下塵土，起來坐在位上，錫安被擄的居民要解開你頸項的鎖鏈。咁呢個解開鎖鏈，咁其實咧神已經係拯救佢哋，但係一個人咧唔知大家有冇去過監獄或者係點咁咧，就算嗰啲犯人咧，如果放咗出嚟咧，佢好習慣喺裏面啲咧，佢一聽到啲指令，佢都會好習慣會好似要企起身報告或者點嘅或者如果一個人佢嘅鎖鏈成日戴慣咧，佢解開咧，佢都好似仲係唔習慣即係話神已經係打破咗鎖鏈，但係佢心裏邊啲人仲有鎖鏈要打破呢個鎖鏈呢個眾子發昏喺各市口上躺臥，好似黃羊在網羅之中我哋喺上一次有講到以背為地，好像街市任人經過佢哋做奴隸做咗好多年塵土喺字義上係呢個羞辱嘅記號同埋失敗嘅心態如果我哋係喺塵土當中嘅時候，係代表一個好灰暗嘅時候咁靈意上屬土嘅係屬世嘅一個嘅沾染嚟嘅屬世嘅沾染。咁呢個係以色列嘅聖經研究所佢哋製作嘅呢個大祭司嘅一個聖衣佢上面有咩咧？有冠冕睇下頭上有呢個金牌咁仲有佢肩上咧有2塊紅瑪瑙，咁仲有呢個內袍，呢個白色嘅係內袍咁呢個係以弗得胸前咧仲有呢個烏靈土明咁仲有胸牌咁下邊咧呢個係藍色嘅外袍，咁下邊咧仲有金鈴鐺石榴，咁仲有下邊咧係細麻嘅布嘅呢個褲細麻布嘅褲咁喺出埃及記28章第2節嗰度話，你要給你哥哥亞倫作聖衣為榮耀為華美呢個係華美嘅衣服呢個係大祭司佢所做，係相當嘅精巧咁亦即係話以色列人佢哋要披上呢啲嘅衣服去入到聖城當中好，我哋一齊讀3到4節我哋一齊讀。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是無價被賣的，也必無銀被贖。主耶和華如此說：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裏寄居，又有亞述人無故欺壓他們無價被賣，佢哋係被擄跟住又無銀被贖佢哋唔係俾人買，係俾人哋搶去，咁而家要翻嚟，亦都係冇代價咁去翻嚟咁神要翻轉咁佢其實開頭咧有2個字嘅中文翻譯冇翻譯出嚟，就看係我看前面有個看咁樣嘅咁同埋大家留意呢個耶和華如此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特別強調係神嘅説話神嘅説話。好，
好，我哋再睇第5節一齊讀下。耶和華說：我的百姓既是無價被擄去，如今我在這裏作什麼呢？耶和華說：轄制他們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褻瀆。即係話佢哋神允許呢啲百姓受管教，但係受管教嘅地方咧，佢哋會羞辱神嘅百姓，同埋甚至羞辱神。即係話神唔保護你哋，呢個神冇咩用，係咁樣樣，所以就褻瀆神嘅名啊。咁神係為自己嘅名要拯救百姓啊，亦都唔允許佢嘅名被褻瀆太耐啊，唔允許將榮耀歸俾假神，因為嗰啲拜假神嘅人咧，佢哋話咧我哋嘅神咁叻，戰勝咗你哋啊，所以而家要將呢個榮耀重新歸翻俾神。咁呢個被神管教係唔舒服嘅咁我講到亦都會講到修剪下，係唔舒服。但係咧，我哋要睇到神管教之後係為咗我哋好。咁同埋亦都明白神佢有犧牲嘅佢為咗管教我哋，佢有犧牲佢要呢個就係其中嘅犧牲，就係佢嘅名受辱佢嘅名受辱，同埋佢最後要整到我哋要犧牲佢嘅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好，我哋一齊讀第6節下。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們必知道，說這話的就是我。看是我特別留意，看是我，特別強調神嘅名神特別要高舉我哋最終嘅目的所做嘅一切係要榮耀神唔係榮耀我哋自己我哋帶人信主，我哋做好多嘅事工唔係讓人睇到我哋自己，係讓人睇到神讓人睇到神可以改變我哋，神可以喺我哋身上得榮耀呢個好重要。咁神與我哋同在喺新約聖經當中嗰度有一句説話叫做以馬內利馬太福音第1章，神與我哋同在以馬內利。所以佢喺呢度特別講到看是我讓人哋都知道係佢嘅名得到榮耀好，我哋一齊讀第7節一齊讀下。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造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報佳音傳平安喺平安夜喺聖誕節經常會引用其中一節嘅經文就喺度咁點解話登山咧？耶路撒冷喺邊度大家知唔知喺個山上面嘅所以詩篇亦都有上行之詩要邊行邊敬拜神所以登耶和華嘅山要去讚美神非常嘅重要。我哋一齊讀第8節下。聽你這守望之人的聲音，他們揚起聲來，一同歌唱，因為耶和華歸回錫安的時候，他們必親眼看見。守望之人守望之人係守望呢個城市，係睇住如果有敵人嚟咧，佢哋會敲響警鐘嘅守望之人佢哋一齊去歌唱，所以啲人翻嚟嘅時候佢哋會睇到好高興嘅一個場景咁其實從第7節一路到第10節係一個有啲音樂家佢可以攞嚟唱歌嘅，係一個特別係第7節呢度佢哋發現有4重佳音4重佳音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你嘅神造王腳中係佳美，4重佳音4個嘅好消息，4個嘅好消息。咁第8節開始係錫安嘅歡樂錫安嘅歡樂，第8、第9節。咁接落嚟9到10節係4重嘅歡樂對應嘅對應嘅。我哋繼續嚟往下睇咁親眼看見呢個係守望本身呢個城就喺山上咁呢個守望更加係睇得到更加係睇得到
咁當時呢個城係比較荒涼，冇人喺呢度，冇人喺度，咁仍然有守望者。咁嚟報消息嘅人跑上去話：你嘅神做王啦！咁本嚟啲人好冇希望，覺得自己被擄，因為自己嘅神唔得，被褻瀆啦。但係神而家講俾大家知，佢做王。咁呢個山係多數，有眾山，仲有其他嘅猶大嘅城邑。同埋我哋要明白，城造就係山上，係不能隱藏嘅。耶路撒冷係喺山上，所以全世界都睇到，世界都睇到。咁到處去講唔係淨係喺耶路撒冷嘅山上。咁呢度特別講到，你守望聽你守望之人嘅聲音，他們揚起聲來，一同歌唱。因為耶和華歸回錫安嘅時候，他們被親眼看見。點解以色列被擄咧？點解耶路撒冷被毀咧？係因為神離開咗佢哋。但係而家神重新翻嚟，所以榮耀尊貴都會重新翻嚟。如果一個家一個教會冇神同在，係好可悲，包括我哋自己都係，所以神嘅榮耀而家要重返耶路撒冷。神嘅榮耀重返耶路撒冷。咁喺新約嘅時候咧，因為從呢個馬拉基書一路到馬太福音，中間係有幾百年係冇先知、冇神嘅話語，黑暗嘅幾百年可以話。咁喺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叫做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嘅安慰者來到，有聖靈在他身上。他得了聖靈嘅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嘅基督。當時耶穌基督只係一個 BB， 佢知道神嘅啟示，佢知道呢個就係將來嘅救主。佢受了聖靈嘅感動，進了聖殿，正遇見耶穌嘅父母抱住孩子進來，要照律法嘅規矩辦理。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主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嘅榮耀。如果冇神嘅啟示，邊個會知道呢個 BB 就係耶穌基督呢？冇人知。耶穌嘅父母應該知，因為神啟示，其他人都係唔知，只有神啟示。佢係等到呢個人，呢個人應該年紀好大，呢個西面，等到耶穌基督嚟到出生，應該係出生幾日？按照猶太嘅規矩，佢出生幾日就要做呢個割禮，割呢個包皮，佢就見到佢就離開。咁喺以西結書嗰度亦都有講到呢個以色列神嘅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神將身穿細麻衣、腰間着墨盒子的人招來，耶和華對他說：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嘆息哀哭的人，書記號在額上。我耳中聽見他對其餘的人說：要跟隨他走遍全城，以行擊殺。你的眼不要顧惜，也不要可憐他們，要將年老的、年少的並處女嬰孩和婦女從聖所起盡都殺盡。只是凡有記號的，不要挨近他。於是他們從殿前的長老殺起。呢個係神嘅一個審判喺將來嘅時候，亦都係對當時嘅以色列人一個警告。邊個係真心信主嘅？邊個係真心跟隨嘅？就算係長老，如果佢唔係真心信主、真心跟隨，都會被神懲罰。所以我哋呢個好重要，要喺耶穌基督嘅裏邊，非常嘅重要。好，我哋一齊讀第9節，一齊讀下。耶路撒冷的荒場，要去起歡聲，一同歌唱，因為耶和華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贖了耶路撒冷。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地，
地極的人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了。咁呢度其實係10節有呢個4重嘅9節嘅後半部到第10節有4重嘅一個嘅歡樂。耶和華安慰咗佢嘅百姓，神救贖咗耶路撒冷，同埋耶和華喺萬國嘅面前露出聖臂，安慰救贖，露出聖臂，同埋地極嘅人都睇到神嘅救恩，呢個係非常嘅重要。咁喺呢個喺以色列嘅歷史上咧，好多時候係成功定係失敗？大家覺得？你睇舊約嘅時候，成功多定失敗多啊？你睇舊約聖經，失敗多嘅，神嘅管教更加多。神通過呢啲嘅管教失敗，讓我哋明白，可能我哋嘅人生就算信主，更多嘅時候冇按照神嘅道去做。好多時候要經歷神嘅管教提醒。咁我哋係面對神嘅時候，唔係將神當成阿拉神燈。我哋要求神做咩？唔係將神做我哋嘅僕人。有好多時候我哋祈禱咧，要求神改變我哋自己。可能呢個祈禱唔合神嘅心意，我哋要改變。改變，求神幫助我哋。好，我哋一齊讀11節，一齊讀下。你們離開吧，離開吧，從巴比倫出來，不要沾不潔淨的物，要從其中出來。你們廣大耶和華器皿的人啊，務要自潔。呢個11到12節咧係同51章嘅1到3節係前後呼應。咁離開，亦即係話佢哋要歸回啦。巴比倫我之前有講到，巴比倫係咩城啊？係當時最大嘅城，可能相當於今日嘅紐約或者洛杉磯，美國嘅第一、第二大城市。咁大嘅城市要離開，去到一個荒棄嘅，譬如話去到中加州或者係亞利桑那州某一個荒棄嘅地方，肯唔肯咧？我哋今日如果係我哋要調低喺度咁大城市咁方便，但係呢度係要佢哋出嚟。要歸回到耶路撒冷，唔好沾不潔淨嘅物，嗰啲唔要嗰啲偶像嘅物都要丟棄，要康抬呢個耶和華嘅器具，要自潔，我哋要過分別為聖嘅新嘅生活。咁喺哥林多後書6章17節嗰度話，又説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嘅物。我就收納你們。哥林多教會佢當時係一個拜偶像嘅一個地方，佢哋有好多不潔嘅地方，但係保羅要佢哋分別為聖，分別為聖。咁呢個引用到以賽亞書，信同不信不可以同負一軛。咁啟示錄嗰度都有講到，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説：我嘅民啊，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災殃。咁呼籲神嘅百姓從巴比倫出嚟，以免就遭殃。我哋再一齊讀呢個12節，一齊讀下。你們出來，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為耶和華必在你們前行，以色列嘅神必作你們的後盾。咁大家記唔記得？呢個係當佢係第2次嘅出埃及，從巴比倫出嚟。咁第一次出埃及係幾百萬以色列人，喺呢個神最後一個災10災，擊殺咗埃及嘅長子之後，神就要佢哋急忙，之前已經做好晒準備嘅，仲要做埋呢個食嘅嘢，好急忙嘅出嚟。但係呢個第2次出埃及咧，如果我哋對比一下咧係點啊？呢度點講啊？不至急忙，不至奔逃，同第一次係完全唔同嘅。因為神係做佢哋嘅呢個後盾，有神做後盾，佢哋唔需要咁急住出嚟。咁同埋佢哋要着住華美嘅衫，仲要抬嗰個器皿，抬神嘅器皿咧要好小心嘅，
有一次咧，大衛佢想迎接呢個約櫃翻嚟，好急仲用牛車去拖結果呢個馬失前蹄就有呢個擊殺。咁所以我哋要明白抬呢個聖殿呢個聖物係非常嘅小心要非常嘅小心，非常嘅慢咁好似呢啲羊佢哋係慢慢咁樣去前行，唔係好似馬咁樣嘅咁但係羊有呢個牧人睇住保護引領，係唔使擔心。咁我哋都係屬於耶穌基督係我哋嘅大牧人，我哋係屬於佢嘅羊群我哋係屬於有佢嘅保護我哋可以安然。好，我哋再嚟讀13節一齊讀我的僕人行事有智慧，必被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呢度我個僕人就係指到耶穌基督佢成為至高行事通達，或者叫做有通達嘅道路，因為父神去幫助佢。咁喺腓立比書嗰度有講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佢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嘅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俾父神。呢個腓立比書嘅第2章6到11節，可以話係概括咗耶穌基督嘅一生，從佢出生到佢死上十字架，再到佢復活升天。咁特別呢度有講到對應住以賽亞書52章13節係升為至高，升為至高。咁以賽亞書又被稱為小福音，因為佢有預言到耶穌基督嘅好多嘢，預言到耶穌基督。咁至高之處呢個係歸俾神嘅。好，我哋再嚟讀14節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人更加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咁呢個憔悴枯槁又係咩意思咧？大家覺得係咩意思咁我前兩日同一個老姊妹去探訪，佢曾經喺非洲生活過。佢見到佢細路仔喺非洲醫院出世嘅，佢喺醫院嗰度睇到嗰啲非洲嗰啲人皮包骨大家有冇喺電視見過或者圖片會唔會係？不過應該又唔會咁慘但係咧，我哋想象一下，如果係咁憔悴、咁枯槁嘅時候，真係好唔簡單。呢個其實係講到呢個耶穌基督佢嘅身體被扭曲到令人驚奇嘅地步甚至可以話呢個係唔係仲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呢？咁佢為咗我哋去流血去犧牲佢好憔悴因為佢做工亦都好多嘅經常有陣時連飯都食唔上咁英文 NIV 有一個翻譯咧，就叫做 His appearance was so disfigured beyond that of any human being, and his form marred beyond human likeness 即係話非常嘅真係超越好多任何嘅人。超越任何嘅人，佢呢個情況新譯本係好多人怎樣因你而驚奇，因為他的容貌被毀損得不像人，他的形狀毀損得不像世人呢個有電影有拍出嚟
可能實際嘅情況可能仲慘過呢、個，所以我哋睇到耶穌基督為我哋付出咁大嘅代價，我哋更加應該去活出耶穌基督嘅樣式，唔好虧欠佢，同埋去積極去傳揚佢嘅好福音信息，因為佢擔當咗我哋所有嘅罪，過去、現在、將來全人類嘅罪。好，我哋一齊再讀15節，一齊讀下。這樣，他必洗淨許多國民，君王要向他跪好，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見的，他們要明白。神要將呢個福音傳俾呢個好消息傳俾嗰啲所有嗰啲未曾聽過嘅人，未曾睇過、未曾聽過嘅人。咁呢個係俾我哋一個好大嘅鼓勵俾我哋好大嘅鼓勵。我哋要清楚神嘅救恩咧係唔會隱藏嘅，佢喺山上，喺山上。咁有好多人呢輩子可能冇正正式式聽過福音，但係當然可以透過神嘅創造係明明可知嘅，明明可知。咁君王都要向佢閉口，將來如果我哋睇到有好多國家因為耶穌基督嘅來到，佢哋都好驚奇，咁佢哋都係有好多抵擋耶穌嘅國家，好似羅馬帝國後尾係被翻轉嘅，成為基督教國家。有好多嘅蠻夷嘅地方，咁有耶穌基督福音所到之處，和平平安就去到嗰度。咁凡係基督教國家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平安平靜，唔係完全冇問題，但係相對嚟講社會嘅動盪嗰啲代價比較少一啲，因為有位神喺度看顧同埋依靠。當然裏邊有冇罪惡咧？係有嘅。有冇軟弱咧？係有嘅。人會唔會跌倒咧？係會有嘅。受於門徒當中亦都會有。咁但係神嘅恩典喺嗰度，仲要翻到佢嗰度。咁其實成首嘅僕人之詩，我哋從52章，咁我哋下一次會講53章，係一個好重要，53章更加重要。咁52章嘅13到15節係講到僕人之謎。咁13章我哋下一次會講，係講到僕人嘅出生。而53章嘅4到6節係講到僕人受苦，而53章嘅7到9節係講到僕人之死。咁最後53章嘅10到12節係謎底揭曉。所以52章13到15節僕人之謎係對應53章嘅10到12節。謎底揭曉，而53章嘅1到3節僕人之生係對應53章嘅7到9節僕人之死，而佢嘅中間係53章4到6節僕人受苦，僕人受苦。咁我哋今日啱啱亦都睇咗少少，啱先嗰個圖像係讓我哋睇到耶穌基督佢受苦嘅時候，容貌被毀，皮開戰裂，皮開戰裂。咁當時嘅十字架係一個刑具，讓你慢慢流血而死嘅。咁我哋今日係要去傳揚佢。咁耶穌基督係真係死咗佢，因為當時有兵丁從佢個肋旁去刺，係有呢個水出嚟嘅，係有水出嚟。咁所以我哋今日要去積極去傳揚呢個福音。咁我哋下一次會講呢個以賽亞書53章係更加重要嘅一個經文，更加重要。唔知大家聽完呢度有冇咩問題？都冇咩問題嘛？係。好，我哋今日就學到呢度。下一次我哋會學習以賽亞書53章1到12節。因為我知道我哋當中有幾位係活水，佢哋陣間要練歌我哋今日快啲。好，我哋有啲時間去討論一下。請看以賽亞書52章第7節，你我有冇向人報過好消息？下一個對象係邊個？我哋唔係淨係福音佈道會先至傳福音，我哋平時都應該去傳。下一個係邊一個？請一位弟兄或者請一位
弟兄或者姊妹比較快翻到幫人禱讀，以賽亞書52章第7節。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OK， 你有冇你同埋我有冇向人報過神嘅好消息？下一個對象係邊一個咧？有冇向人哋報過啊？如果你未報過嘅話，唔緊要，你諗住向邊一個咧？下一個，假如有機會嘅話，有冇諗過？向一啲未聽過福音啊，或者未接受福音嗰啲人。係，或者你心中有冇即係一個名啊？我哋祈禱單咧有好多啊，其實我哋都要整理一下，可能要重新報，真係為佢哋祈禱，真係有呢個機會。我哋真係要切實咁去祈禱嘅，同埋平時有機會同佢哋講嘅。我知道當中有啲人已經係做得好好啊，甚至帶佢哋教會。咁我哋每個人都揾機會去報好消息。下一個係邊個？譬如話你嘅鄰舍啦、你嘅同學啦、朋友啦，有冇？如果冇，求神祈禱幫助。究竟係邊一個？有冇？好，我哋睇以賽亞書52章13節，呢個僕人指嘅邊一個咧？有咩特點咧？對你有咩影響咧？請我哋弟兄或者姊妹比較快翻到幫我哋讀一讀以賽亞書52章13節。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好，呢個人指嘅係邊一個咧？耶穌係啦，佢有咩特點咧？有神有智慧啦。有智慧。仲有咧？與父同在咯，比父高舉上升咯。比父高舉上升，係。佢係好有智慧，好有能力同埋佢為我哋受苦為我哋受鞭傷忍受痛苦。咁對你有咩影響咧？耶穌基督係咁嘅特點。我哋從佢身上會學到啲咩咧？感恩啦，有耶穌基督為我哋而死咯。咁我哋真係都係即係喺佢身上學習到，即係基督嗰個教我哋嗰啲誡命啊、律法，咁我哋要去學習跟隨咁樣咯。係。耶穌嘅受苦亦都俾我哋有好多啟示咁佢係神嘅獨生子大家諗下，如果一個王子或者國王受苦，都係不得了嘅事，係嘛？咁我哋自己咧，我哋係平凡人，如果有可能我哋會受啲委屈嘅。大家呢度有冇人從來都冇受過委屈嘅？有冇啊？冇，一定會多少少或者受啲苦咁遇到呢啲困難冤屈嘅時候我哋諗下耶穌基督，我哋同佢相比係唔算咩嘅佢俾人吐口水啦，俾人釘十字架啦，受侮辱啦咁我哋本身係咩身份咧？只係一個平平凡凡嘅人我哋係蒙恩嘅罪人，所以諗到呢啲嘅時候咧，我哋更加嘅能夠忍耐同埋。所以我哋要點解仰望耶穌基督咧？唔好睇環境，唔好睇自己咧，就係咁嘅原因如果我哋睇自己咧，就會覺得自己好慘點解又遭遇呢啲事包括我自己都係但係我哋如果睇耶穌基督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唔算咩嘢唔算啲咩嘢，特別為主受苦好，我哋今日就學到呢度。
結束嘅時候，或者想考嘅姊妹，同我哋做結束祈禱啦。讓我哋同心祈禱。慈悲仁愛嘅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感謝你讓我哋有學習嘅時間，求你賜俾我哋智慧，讓我哋不論係喺課堂啦，而至喺下線嘅時候喺生活中都能夠效法基督，都能夠有忍耐、有信服、有佢嘅盼望。我哋始終相信佢係嗰位賜永遠平安嘅主。主啊，我哋感謝讚美你，求你繼續帶領聖靈啊，求你起住在我哋每一個人嘅心中，讓聖靈嚟引導我哋點樣去同主你聯繫，點樣去靠着主得勝過每日嘅生活。今日係你嘅主日，我哋一陣間亦都係聆聽你嘅話語，求你與講者同埋聽者一齊同在，保守每一個事項，不管係接待啦、詩班啦、前台啦、音響啦、獻詩啦，各樣嘅事都求你與我哋同在，保守每個人嘅心懷意念。我哋不見一人，唯有基督喺我哋中間。主啊，求你嚟帶領我哋每一個環節，求你真係住在我哋中間，我哋誠心合意祈求禱告，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